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1月14日，让生命更新的真理，以西结书29章1到21节。今天的经文金句在21节。那时我要使以色列强壮，我要使你以西结在人人都听得见的地方说话，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今天我们要展开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神要对他预言，而这个预言呢是埃及。埃及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跟以色列人民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民是神曾经在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拯救出来，也就是埃及在那时代是被比喻成世界一样。长久说起来，这个其实呢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呢有时又是以色列的帮助但我们的主看重的还是埃及，它是一个骄傲的权势。我们可能前几章看到推罗他很骄傲他真的是地利人和很厉害。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神对预言埃及这个国家可是比推罗更大的更强的好几倍的。但是或许那时候的人说推罗这个下场是因为他不够强，他不够大。不，亲爱的，如果我们接下来看这几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埃及同样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看到神揭露埃及的罪并审判他我们看到有7个预言，而其中今天我们讲到的是2个，也就是神要审判埃及是因为他的罪一样的。如果这些国家百姓他明明知道有一位真神，但是他是骄傲，他以为地利上他有河水，而这河水是埃及的神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跟那个地方，河水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埃及以为这样他就很安全，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但是神说不，我才是真神，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神。所以我们真的无论如何真的都不要骄傲得罪神，因为这一切创造者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大家，我们好不好？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章节，神对这些列国，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列国也要施行审判。因为从这造物，这伟大的造物，被造物，我们其实是可以认识到这一位创造者，创造主。我们千万不要轻慢，甚至不要骄傲，以为人定胜天，错了。所以第2个，这个埃及的罪就是他要成为以色列家的这个芦苇的杖。不，神说你是杖，可是你是一个会被折断的芦苇，靠不住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用手握住埃及你的时候，一握住你就折断了，以色列也会闪到腰的我们的主真的是第7节讲的这个描述的很有趣一个靠不住的，你真的要想让人家靠，这是罪。亲爱的大家，读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心有戚戚焉我们常常成为身边人的拯救者，我们好像我们可以为所有的人，为孩子，为家人，我们可以撑起一片天，我们可以为了这些，而我们忘记我们能做，我们可以直起腰，是因为神是我们的腰力。因为我们也真的不过是芦苇的杖，我们被人家靠是靠不住，我们会闪到腰的，好不好？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带领人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领人到我的面前，我们的面前。因为这个神要审判，持续这个讲到8节到12节，说埃及有刀剑要临到埃及，因为这是神的审判。
当然在审判之后，神是有恩典要让埃及归回，在13到16节，这也是一个盼望，只要我们愿意回转。说到以色列人不能再依靠埃及，当他们在看埃及时，就会看到自己的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依靠错人了，其实他们应该仰望的是这位神。埃及必然会堕落的，而这埃及就像这世界一样。在今天的经文里，用大鱼来比喻埃及，其实也是在比喻魔鬼。不论这世上是魔鬼，有一天都要过去的。以色列是不能依靠这世界的，亲爱的大家，我们是不能依靠这世界的。台湾也一样，台湾成为美丽的宝岛，不是只有人美丽，人是因为上帝顾念人，顾念在美丽宝岛的每一个人，我们才会美丽的。因为我们学习起来，不要依靠错了，靠错了，我们真的一起跌倒。我们也不要成为那个别人的依靠，好不好？引领人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离开我们一切的恶，单单仰望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靠这世界，而是我们是靠的我们的主的名。这世界黑暗会过去，都要被神审判，只有神的国永不动摇。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满足于主，因为我们的主会把所有一切的好处都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像埃及这样骄傲，自以为是。求主帮助我们，不骄傲，存谦卑感恩的心，不要依靠别的，单单依靠神。尤其面对这世代有不同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好好在真理里学习辨别什么才是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寻找一个可以让我们生命更新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圣灵动工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真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使我们分辨什么是可以靠得住的。恳求你也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持续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主你给我们独特的使命。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我们要奉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愿我们今天活出真理里面的力量，喜乐跟盼望。我们明天见。